來，寶寶，呢個拉布戶位置喺呢度1至4閘口一落嚟就有啦，跟住嚟睇下有冇其他嘅拉布戶添。今日最後一日啦，2025年。今日周圍呢個機場入境處入邊都好多人喺度。咁啊，可能趁呢個假期已經出去玩啦啲人。咁我都係，咁啊今次去另一個地方啦。咁啊，睇下拍下啲特別嘢咁啊，放上嚟大家分享下，大家交流下。如果喜歡我嘅影片就麻煩讚翻好，今晚幫忙訂閱。咁啊，喜歡嘅就留言傾下偈啦。今晚唔該晒。咁喺新機場入邊有麥當勞啦，我成日都係食緊麥當勞。呢個香港國際機場真係好靚。哇！好多人啊！呢個入邊嘅麥當勞，咁啊排隊買嘢食都多人到墟口。咁我諗大家計劃下假期前，咁啊嚟搭飛機一定要早啲到啦。咁 check in 都嘥咗半個鐘頭排隊，用咗咁大家都要預咗翻時間。咁拍咗咁多先啦，唔該晒各位。